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勾勾。今天我们来教的这首歌呢，是之前市井豪门的片尾曲。那有蛮多同学在问的，这首歌就是杨哲的《喜呀温呀咩呀》。那听这首歌的歌名就知道，这是一个感叹人生没有办法自己控制，就是都是听天由命。所以本身这首歌就是歌词也蛮可怜，然后旋律也蛮可怜的。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有一些技巧，它在里面会有一些叹气呀、喉音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会学到这些技巧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一个步骤呢，我要先教大家怎么就是抓到自己的 key，怎么起 key 这样子。因为有一些同学他在唱的时候，可能一开始下歌太高，或者是他抓不太到 key，那他后面可能会唱不上去，或者是唱得很自己很不舒服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起 key 的时候，像我自己会用念的方式，像第一句 you， 我念的时候是 you， 我会记住这个位置 you， 所以我在唱的时候第一句下歌我就会唱 you， 就不会唱 you， 因为我刚念的时候我就不会念 you 这么高嘛，我会念 you。好，就是以平常你讲话的语调这样子来唱这个前面主歌在铺陈的时候，才会是让人家听起来比较有故事的感觉。那你在后面唱高音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唱上去，不会说你前面唱的太高，后面就唱不上去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会分上半部主歌跟下半部副歌。我们先教主歌的部分。第一个字呢，下歌就遇到二声。之前讲过，第一个字遇到二声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丢石头到水里的感觉，一个重量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 you 的 you 呢，它有一个 u， 要记得把嘴型回到 u 哦哈。抱你行，嘴巴打开。抱你行，再来下面，七七八八叫阿娘。好，七七八八呢，它都是四声哦，七跟八都是四声。那八八呢的八要记得二声往上，七七八八叫阿娘，叫稍微停一下，然后再唱阿娘会比较有感情哦。我们试试看这一整行。抱你行，七七八八叫阿娘。下面加重一点，昨日亲吻。好，正比较没有问题。温这个温的 n 呢，要记得收到鼻子的位置，然后是两个 n。好，来。昨日亲吻保雨伞，好，保雨伞的这个保雨两个字它是比较高，所以你要出一点力把它撑上去。二声的滑音跟四声的滑音，保雨伞，嘴巴打开，下面收回来一点。路途唔免惊，好，唔免惊的转音，免。n 跟 n 哦吼 ，n 跟 n， 所以你用一个 n 下去做转音。路途唔免惊，喉音来了，是呀，用喉音下去做转音，在这个地方会有点感叹的感觉。是呀，好，我们这整句来试一次哦，来。昨日亲吻保雨伞。路途唔免惊，是啊。好，下面一线之云啊。好，这个线没有问题。那个云呢？它是云哦，不是银哦，不是银牛的银哦，是云哦，云。然后那我要让你收小声，为什么要收小声呢？因为后面满地瓜它会比较重，所以我们在前面收小，满地瓜加重的时候，你就会让人家觉得有铺陈，然后有拉扯，你就会让人家印象深刻。我们试试看。一线之云啊，满地瓜，所以我们在满的地方做了一个喉音，满地瓜。好，那记得瓜嘴巴打开就好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这一句哦。一线之云啊，满地瓜。下面
把酒落心窝，三顿饱。好，这个把酒落心呢，就是比较重，所以三顿饱我们再把三个字把它收回来，然后多了一点可怜的感觉在里面，增加那个拉扯的感觉。把酒落心窝，三顿饱。下面我们要叹气喽，你听，你看，你看。好，你在垮的地方都做叹气，然后力呢，第一个是二声，第二个是四声。你看，你看。好，那这两个呢都是你看，你看，哪一个会比较可怜？通常我们会在第二个会做比较可怜，因为铺陈嘛，所以越来越可怜的感觉。所以你看，你看，没问题。好，下面。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是为着啥？这么多个字，然后又很快，要怎么念清楚？然后又要重拍，拍子又要对。在很多同学在处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，就有时候会练的，就是很平，然后再赶时间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我帮你圈起来那三个字：纷纷扰扰的纷。贪乱的贪，跟拢喜的拢，这三个字是这几个句子里面的重拍，你要抓到重拍，再去处理后面的字，你听起来就不会让人家都平平的，好像在赶，要赶快把它念完这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是为着啥？好，有没有？纷纷扰扰那个纷，贪恋的贪，拢喜的拢。这个都是重拍哦，你要把它加重一点点。我们再唱一次：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是为着啥？好，为着啥？转音，然后啥可怜一点点，没有问题就好。再来下面，再收回来，滴得着，滴袂着。好，为什么这个 A 我们不唱呢？滴会着的 A 我们唱勒呢？因为你在唱 A 的时候 ，A 听起来就会比较扁，所以我们再用勒下去处理的话，听起来会比较圆，比较顺。你看，滴得着，有没有？滴得着啊，你滴得着 A 就会听起来有点突兀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会用勒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滴得着，滴袂着。温呀，好，这个温呢，一样又用喉咙的喉音下去做转音，温呀。好，我们一起试试看哦。我们从那个你看，唱到温呀，试试看。你看，你看，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是为着啥？手滴得着。滴袂着温呀。好，那这就是上半部主歌的部分。